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豪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套一方水借嘅98平方3房2衛。我哋而家跟住鏡頭睇一睇。首先係入門做咗一個鞋架位，然之後入門嚟到餐客廳嘅位置，3.7米一個開間，進深咧係有11米一個進深嘅。個客廳非常之大氣，朝南向嘅陽台睇園林嘅一個景觀，呢個視野景觀咧係相當之好嘅。我哋餐客廳過嚟咧係廚房一個空間 ，L 型嘅一個廚房，帶咗個生活陽台。如果生活陽台推埋出去咧，係去到7個平方嘅。邊上咧安排我哋雙門冰箱位。睇完我哋動區，去靜區睇一睇。首先係我哋公共衛生間啦，洗手台、馬桶、淋浴區可以做到3段式嘅一個分離嘅，4.3個方。第一個房間係最細啦，6.8個方，但係擺我哋床係冇問題嘅。之前咧係陽台佈建嘅，做咗封窗兩邊。第二個房間有翻11.2個方，個戶型嘅咧相對比較方正，帶咗個60cm 進深嘅一個飄台。埋邊嘅衣櫃1.8米嘅床都可以安排上。最後係我哋主人房，主人房係有19個平方嘅。帶咗個衛生間、馬桶、淋浴區、洗手台都係安排好。嗰邊咧係帶咗窗嘅，1.8米嘅床啦，同埋一個60cm 進深嘅飄台，包括埋邊打到頂一個衣櫃位，全部都係留好咗啦。98個方帶裝修，業主咧而家係62萬可以出嘅，有興趣可以隨時睇房。呢套房嘅優勢咧就係去沙田站比較近，而且我哋係次新小區，2018年嘅小區，小區係總共有18棟嘅，帶咗游泳池，容積率咧係去到2.5，個舒適度咧係相當之高嘅，因為前邊全部係超高層。對呢套房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睇房。